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道料理是香茅肉丸子哈。那利用我们那个新鲜的香茅哈，做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因为香茅的味道，觉得闻起来很清爽这样子。那大家知道香茅呢，应该就是说做泰式料理，对，都会用到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串肉呢是很有趣哦，我们不是用这个牙签、竹签，对，我们是要用香茅，对不对？对。那我们首先呢，有这个香菇，我们把它切成丁哈。这个也是干的香菇去泡还是？鲜香菇就好。新鲜香菇。那做料理呢，其实我今天里面的肉丸子里面的食材呢，配一些香菇啦，然后葱啦，跟红萝卜。那其实可以依个人的喜好啦，比如加一些鲜香菇或者是其他觉得喜欢的蔬菜材料在里面哦，比如说芹菜也可以啊。对啊，其实那个肉丸子啊，反正最主要是它的这个口感啊，一定要 Q 弹，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是用炸的哦，但是肉啊，如果说你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呢没有掌握好的话哈，那可能做出来的这个肉丸子会比较硬、比较柴哦。然后再麻烦主持人帮我拍打一下那个荸荠。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荸荠，就是所谓的马蹄。对。那这个膳食纤维很丰富哦，而且也很甜哦。但是它切的时候很小，而且它很圆嘛，所以有时候切的时候呢，很容易去伤到手哦。我们跟大家呢介绍一个不错的这个方法，我们就把它呢放到这个塑胶袋里面来哦。这个时候就跟着我哈，敲几下。打一打很疗愈哦，太疗愈了。然后还要加入一点葱。是哦，你没有说朱亮，哇，你这一招好像太细了，好惨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哎，你应该说不够，再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荸荠，加进去吗？可以，加一块，好。然后再加入那个绞肉哈。我们可以下一点味道哈，让我们肉吃起来的时候里面比较有味道。一点胡椒。哦，胡椒是一定的啦。对，胡椒。然后盐。一点点糖。然后打一颗蛋。哦，还要再打一颗蛋。全蛋啊？对。全蛋。可是我常常看人家甩肉的时候，都只有加蛋白呀，加蛋黄有什么特别的吗？要让它更营养，还是颜色比较漂亮？在专业料理上面，其实蛋白跟蛋黄各有它的优缺点。那我们在家里一定是全蛋，那不然剩的蛋白该怎么办？拿来敷脸啊。那多了蛋黄呢？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妈妈觉得，看我们节目看，觉得哇，那我到底剩下的东西该怎么办？好吧，世荣他很贴心哦，他也不是什么说为了什么颜色漂亮啦，或者一大堆的理论呢，他的重点非常简单，就是帮妈妈解决这个问题哦。剩下的蛋白不晓得怎么办，蛋黄也不晓得要扔哪儿去啊，总不能每天敷蛋白嘛。对 ，OK， 所以他说全部把它加进去，我喜欢。对。那在揉捏或绞肉的过程呢，如果觉得说它好像比较干，那我们就加一点点水。那就跟我们包水饺一样嘛，我们的那个馅啊也是要再加一点这个水。好，那我们把所有食材呢拌均匀以后啊，可以加一些太白粉。太白粉呢是增加它的粘性啊。现在在甩肉的时候，换我疗愈一下了啊。那如果在家里觉得说这样子甩太麻烦了，我们可能手边还有其他的料理还要做准备其实你可以放在那个我们现在家塑胶袋里面吗？
哦，没有，家庭主妇都有那个打蛋机，哦，打在里面，机器下去打，它的粘性会比较快一点。嗯哼，但是是没有错啊，粘性会比较快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呢，要提醒观众朋友啊，因为机器的话，它有所谓的肛温嘛，因为它摩擦生热哦，所以它会改变它的组织哦。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确保你刚刚加进去的这个绞肉的温度要非常的冰哦。那我们用手的话，当然就温度上呢会比较不会呢急剧的升温哦。好了，哦，所以这个打一打粘性就出来。粘性，什么叫粘性呢？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那粘性太抽象了嘛。好，我们给我们摄影大哥来抓一个镜头，粘性到底怎么样？你拿起来看看它粘性怎样。哦，它很容易成团呐。对，摔打的过程呢是把空气呢打进去，增加了那个肉的口感。嗯，好，对。那太白粉呢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这样子。等一下要来串肉丸子，所以我们要来切那个香茅哈。那香茅大概切成段。哦，我还在想说为什么它香茅不处理哦？原来香茅还是要切成这样子的段了，因为这样子那个就像那个竹签一样嘛。对。哦、然后嘞，还要再切。对，切，对。因为我这道料理呢，其实就是把香茅直接串在肉丸子里面，在炸的过程里面呢，让香茅本身的味道，直接收缩在那个肉丸子里面。捏这个丸子当然要多练习啦，但是我们手有手的温度也不要说在为了练习在手里面揉的太久，肉丸子都熟了，它不堪大家蹂躏就对了。那我们利用虎口，利用虎口，抓了一个自己大概手掌能握的大小的绞肉，然后怎么操作？大家看清楚了吗？一直挤它肉，让肉上来。你的虎口下面呢要紧的。哦，你看我的肉一直从这底下，不要让肉往下跑。OK， 好，观众朋友，老师说这边不能让肉跑出来。对。好玩吗？那我的怎么越捏越小？奇怪，我的已经粘在手里了，它都已经要变成那个，然后把香茅像面糊一样了。OK， 对，这样子，好像。这个也很疗愈。对。这个可能我捏到明天早上的丸子还没出来哦。这个好。观众朋友一定要学起来，这个太疗愈了。老师，这一颗哇，漂亮，可以吗？可以。帅气的丸子，厨娘第一颗帅气的丸子出现了。好，然后用香茅当做竹签的概念，这样子把它串起来。然后呢，用面包粉其实地瓜粉也可以啦。然后来稍微塑形一下。但是老师，我觉得地瓜粉跟面包粉炸起来我觉得面包粉炸出来的东西感觉哇，超级有罪恶感，因为超级看起来很好吃，而且它这样蓬蓬的、松松的，对不对？对，还是不一样。因为面包粉呢的颗粒比较大一点，然后炸起来的酥脆感呢比较好一点，所以就好像我们在外面吃那种日式猪排一样，哇，咔吱咔吱的。对。好，那我们油温大概也在180跟190度要拉到这么高对。那如果在家里炸，觉得说怕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熟，温度可以再低一点点，160、170这样子。但是最后起锅之前呢，还是要开大火让油逼出来一下。还有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呢，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高高的把它丢进去，因为觉得那个油温呢，有可能让你毁容，对不对？你反而是呢要很接近它。当然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里面是不能有水分嘛，不然就很容易起油爆
那你如果真的不是像我们那个世荣这么熟悉的话，也不用紧张，你就拿一个那个夹面包的面包夹，然后呢稍微辅助你一下，把它丢进去也可以，不要用丢的，把它轻轻放进去。好。好了，最后我们就开大火，让那个油逼出来。好，其实你慢慢看现在食材其实它就都已经浮上来了。对，慢慢的浮上来。就我今天这道料理呢，其实就是利用肉丸子包覆香茅，然后经油炸的时候，它香茅里面的汁液就渗透在肉丸子里面。好，哇，吸油一下，看起来好好吃哦。这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哇，这个我觉得那摆盘不要摆6个啦，五子登科也不错啊，对不对？对，我已经相中它了，这个帅气的丸子在这儿。所以要五子登科，好，你看我一直偷偷暗示他，66大顺，好，五子登科就好了。那如果我自己喜欢吃辣，或者是想要让它比较有东南亚的风格、泰式的风格，就去买一些的泰式酱，把它淋在旁边。哇，这个泰式的这个像甜辣酱的东西是我最爱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呈现的这个香茅的这个肉串哈。